醫院管理局設有醫療費用減免嘅機制，有經濟困難嘅病人可以申請醫療費用減免。通過經濟審核之後，合資格嘅病人就會獲得有限期嘅醫療費用減免書，方便佢哋使用公立醫院同埋門診嘅服務。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適用於專科門診同埋住院嘅服務。喺現行機制下，65歲以下嘅病人如果有傷風感冒唔舒服，想去普通科門診睇醫生，佢手上持有嘅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係唔適用於普通科門診嘅服務嘅。佢哋係需要去社工嗰度申請一次性嘅醫療費用減免書，實在令病人增加唔少嘅壓力。喺優化機制之後，會擴闊65歲以下人士嘅醫療費用減免涵蓋嘅範圍，包括埋普通科門診。另外，醫療費用減免證明書最長嘅有效期係將由而家12個月延長至18個月。如果喺18個月之內再需要提出申請，而家庭財政狀況係冇變嘅話咧，更加唔需要提交相關嘅經濟文件作審查。相信呢啲措施都可以便利病人嘅。喺而家，市民可以登入醫管局應用程式 HA-Go 嘅經濟審查計算程式作初步嘅評估。而喺不久嘅將來咧，佢哋亦都可以透過 HA-Go 登入醫療費用援助一站通，睇返自己嘅申請進度。預計喺26年嘅第2季至到第3季，更加可以透過 HA-Go 喺網上做申請。病人直接喺網上面提交申請資料俾社工做評估，減省咗之後要去見社工同申請嘅時間。